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叶牧师。8月13日，悖逆的迫害力。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5章。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雅各书4章6到7节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一个小女孩在无可奈何下听从她父亲的命令坐下，然而她仍然倔强地说，我只是在外面坐下，但我在里面仍然站着的。这是一个多么似曾相识的例子。我们是否曾经试过向我们的儿女发号施令，结果是看到他内心的反叛，而他即使外在遵从了我们的命令去行，他在心底却充满了反叛跟敌意呢？今天的经文就是来到了撒母耳跟扫罗之间的对话。撒母耳对扫罗他说，上主派我用油膏你，立你做他子民以色列的王，所以你要听上主的话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要惩罚亚玛力人，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的祖先曾敌对他们。你要去攻打亚玛力人，毁坏他们所有的一切，不要留下一样东西，要杀尽他们的男人、女人、儿童、婴儿、牛群、羊群、骆驼和驴。那么扫罗呢，就在提炼召集并检阅他的军队，从以色列来的有20万人，从犹大来的有1万人。他率领了他的军队到亚玛力城，在山谷中埋伏，等待时机。扫罗派人警告基尼人说，你们离开亚玛力人到别处去吧，免得我连你们也杀了。因当年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时，你们的祖先曾经善待他们。于是基尼人离开了。扫罗打败了亚玛力人，从哈帕拉一直打到埃及东边的苏尔，生擒了亚玛力王亚甲，杀灭所有的人民。但扫罗和他的军队却留下亚甲的性命，也没有杀掉那些最好的羊群、公牛、小牛和小羊，其他好的东西也都留着，他们只毁坏那些没有用的和没有价值的东西。上主对撒母耳说，我后悔立扫罗做王，他已经离弃我，违背了我的命令。撒母耳很不高兴整晚向上主来恳求。第二天早上这撒母耳去找扫罗。扫罗听说已经到了加密，在那里为自己筑了一座纪念碑，然后往吉甲去了。撒母耳去见扫罗，扫罗问他说，撒母耳，愿上主赐福给你，我遵守了他的命令。撒母耳说，是吗？为什么我还听见牛羊鸣叫呢？扫罗回答说，这是我的军队从亚玛力人那里掳来的，他们留下最好的牛羊，为了要当牲祭献给上主你的上帝，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。撒母耳一听非常生气，他说，住口，我要告诉你上主昨晚对我说的话。扫罗说，请说。撒母耳就将他所领受的，他说，虽然你认为自己不重要，但你是以色列各支族的领袖，上主选立你做以色列的王，他派你出去，命令你消灭那些邪恶的亚玛力人，把他们都杀光了。
你为什么没有听从呢？你为什么急急忙忙地掠夺战利品，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呢？扫罗说：我听从上主的话，照他的吩咐去打仗，掳了亚甲王，并毁灭了所有亚玛利人。只是我的军队没有把掳来那些最好的牛羊杀了，他们带牛羊到吉甲去，要当作牲祭献给上主你的上帝呀。哇，我们看到扫罗其实他没有听从，但他只说他听从的地方，他没有听从的地方，他用了一个转接词说只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，是吗？我都已经做了只是，我都遵行神你的话，只是我的什么没有办法，因为我要把它献给神。我们的主喜欢的是什么呢？是这些烧化祭祭物吗？还是我们的主他喜欢的是顺从呢？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，撒母耳说，上主喜欢什么呢？顺从他呢，还是向他献烧化祭和祭物呢？顺从比祭物更好，听从胜过献上最好的羊。悖逆他跟行巫术一样坏，傲慢跟拜偶像一样有罪。由于你背弃了上主的命令，他厌弃了你，不要你做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呀，我们看到这里有没有似曾相识？我们好像我们的心意有一点搞混了，常常我们好像是用神的名义，但我们好像夹杂着我们自己想要做的，而我们还口说我是顺服神，我是顺从神，我都是为了上帝的教会好。真的很可惜，我们看到扫罗，神所膏立的，他原来是要他去跟亚玛利人征战，因为亚玛利人就是一个悖逆的族人，而这悖逆的族人因着扫罗要去灭掉他们，结果扫罗也成为一个悖逆神的人。到最后他还辩解，甚至他撒母耳要转身离去的时候，扫罗一心一急下拉住他的外袍，把衣服给撕碎了，代表着上主已经把原来扫罗所统治的以色列国夺回，要赐给更好的一位当以色列的大能者。扫罗他当然赶快说，我犯罪了，但请你至少在人民在长老们所有的以色列人面前给我一点面子，请跟我一起回去，我好去敬拜上主你的上帝。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们看到扫罗他仍然要面子，比这个服侍这位主子更重要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在做决定的时候，想到我们自己的心意比较重要呢，还是神的心意比较重要呢？我们是不是假神的名，而其实我们是悖逆神的呢？那么这是会有一个很大破坏力的，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，破坏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来立志说，我要顺服神，因为我们要抵挡魔鬼，那么魔鬼他必会离开我们而逃跑呢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的恩典这么多，特别是你应许我们只要全心信靠你，我们遵从主你的旨意。主，你要阻挡骄傲的人，你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所以你要我们顺服你，我们务要来抵挡魔鬼，魔鬼必要离开我们逃跑。
谢谢你再次来提醒我们人的这个罪性，你给我们自由意识，但是主，你不要我们选择背逆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再次的提醒，使我们真是能够全心全意来信靠你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我们今天要顺从神，而我们不背逆神。我们要的是建设力跟成长力，而不要那个迫害力。我们明天见。